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讲起这样的事情吼，大部分的细妹都过好，尤其是婚纱。婚纱一件事情对细妹来讲的话，是一生人最重要嘛，是最上爱的一件事情。但是听到时代进步吼，其实更加来讲的话，唔係講一定到結婚咯，有婚紗可以做，平常時都可以去做婚紗，係嘛可以做婚紗。嗰個其實對婚紗業來講嘅話，而家競爭相當激烈。啊，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來自我哋全台灣唯一一個由時尚學院嘅嶺東科技大學嘅流行設計內嘅鄭怡婷教授來到我哋現場。伊唔單止喺婚紗業有30年嘅經驗，唔單止喺全職無論班子的情形來講嘅話，伊對一個流行設計，還有我哋嘅時尚，如果有專業，我哋今日邀請伊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講伊當初係樣嘅行上一條路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今日來賓鄭怡婷教授，鄭先生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美濃嘅鄭怡婷，大家好。鄭教授哈，想問一下，因為頭先講到是美濃嘛哈，因為還是人講咯，因為其實最我哋做起來嘅話，我哋像美濃啦，我哋南部啦，算是一個偏鄉嘅地方。哦，但是你這個後來行起的，我哋講佢時尚佢前面嘅行業，咁當初我會想到講我去行業我哋婚紗，我都講我哋嘅時尚設計一條路咯。當初呢，我韓細因為就打球嘅。所以我從細就排球隊啊，所以我爸爸閒在嘅下路，希望我去考警察嚟做軍人。我就想講，我應該畢業嘅我就朝一條路來行。有一年咯，我讀高中嘅下，我嘅表姐啊，看到我伊讀呢觀光科，嘅下正流行哈，所以佢講，上到安江應該讀美容科。其實我時常開玩笑講。你一句開玩笑嘅讚美哈，從此我嘅路就變咗一條路哈。問我幾人啊？後來我就安尼去讀美容科，美容科一個過程我就想講，有一年看到婚紗櫥窗，因為我做美容美髮，大部分時是容易洗頭，我洗頭梳會爛起啦，我就想講，剛才看到嘅婚紗安講。有一年我嚟嘅做造型師，我有一年去嘅做頭路，所以我就想講，我要嚟做婚紗一條路。其實這個喺專科學嘅美容課，同真實我去工作嘅內容有差幾多？差幾多？嗰時代啦，嗬，嗰時代大部分學教嘅攏係較知識啊，考試用嘅。後來我自己就存錢去補習班，高三嘅下一年，我就去補習班學。那補習班學呢，同學教學又較多，不過伊係實質愛花嗰度年下嘅經驗嘛，嘛愛去上班嘅下呢，去現場去學嘛。係。嗰時去補習班，因為大部分係靠真做嘛。伊嘛要學技術咧，學嘛真人在實作。後來我就花一年嘅時間學嚟，並且係個順利又入去婚紗店。嗰時年像俺哋吼，讀高中就讀美容課。要去補習做1年嘅美容，有安尼經驗，所以個頭家婚紗頭家就錄取我做造型師，所以我夠幸運啊！咁幾時時去婚紗做造型師嘅話，以愛負責的一個工作嘅內容係乜啊？其實我哋頭擺初創嘅下，嗰種嘅團建嘅婚紗冇相同，就一麥嘅攏去做。主要化妝師頭跟衫褲，不過慢慢嚟欠人向我要天數去招待人客啦，過去跟人改衫褲啦，做髮啦，乜嘅攏去做。後來想講也係咧，我哋嘅累積嗰度經驗。但是你早就講唔知個係美容課嘛，嗬？美容課同後來人講，要話做衫褲，好，要話改衫。嗰部分嘅技術其實以前冇教過呢，冇教過，係咁唔能用嘅以後咯。看人用去做，我就學人用做，因為你去嘅環境，你就會想去學嘅呀，你就會想講用嘅東西一定要學。我喺個心嗬，個好奇，我喺想講我做嘅，我一定會學比佢，都見我相同樣嘅熱忱，那我去做一條路啊。
但是比方来法，等于你讲可能以前係美容美发一件事情，都差不多在头脑上面的嘛吼。但是而家都变成去我哋咧婚纱店嘅時間，以後嘅都係我哋講整體造型吼，整體嘅唔單止係化妝做頭腦哦，佢其實還有做衫褲吼，甚至鞋啦搭色嗰度。嗰時等於講而家喺現場嘅時間嘛，學嘅幾多，你以前學教冇教嘅，補習班冇教嘅東西。佢從一部分嘅話，係唔知㗎。要頭地學下，還是講到現場，然之後因為講誒樣答，嗰個情現場咪學，個市場攏可以補習。我哋嗰度課程可攏去特別，所以我攏打造吼，差唔多4、5點去做安尼客運啊，坐啊到5點鐘、3、5點鐘坐，啊對屏東咩？坐啊到特別啊，上課啊到暗不了5點、6點，又再做坐過來。市場攞啊嚟去上課，已經轉點嘅咧。差唔多11點嘅，就為咗學技術啊。嗰時其實是對安太一層對南部安尼坐到伊啲公車就去台北學校，其實嘛冇我哋高鐵安尼事情。真正我哋像我哋喺屏東嘛，其實我哋嘛喺台北讀高中，真正是一通車差唔多4、5點鐘，可能你學伊啲技術，但是相反你都講。其實台北嘅時節咧，嗰度嘅想法啦，嗰度嘅書法啦，嗰度嘅嗰種資料，其實係算是台灣最前進嘅。嗰時其實就花很多時間，嘛應該花幾多錢吧？應該唔會少錢。因為嗰種課通常冇簡單嘅我哋做婚紗也嘅做整體造型，本來就學唔起嚟啊，都叫我哋嘛時常可以過去進修。咁像係後來即個一到我哋嘅婚紗一條路嘅時間，後來做幾多年啊？差唔多19年，就是弄全職嘅上班，就發信用啊，全部你咧全家福啦，你咧寶寶照啦，所有啲婚紗來預約銀行啊，你全部攏去服務。叫做差唔多，按你考一發都差唔多行咗10多年，個後來都變成兼職係咪？後來因為我想要一家開店，所以我就同婚紗開始合作，就我一般做較彈性嘅，唔咩米漿嘢幫我哋嘅，所以我就變成講一般去落去教，而且喺啲工作室去教書，教學生嘅，啊一般有信用啊去過一發，我唔是講模擬客嘅客都管我哋嘅，還可以靠自由嘅，我就開始用一種嘅方式加婚紗頭家講，我哋可以用一個方式，我又可以跟人介紹人客。又可以打知名度，嚇啲樣嘅，所以伊嘅想法嘛，咁啊，一種嘅方式，係一擺嘅趨勢，係。嗰時幾時隻路，即係嘅工作嘅創業係一方面可以教人，教人去美容美髮做整體造型一部分，但是一方面嘛，還是有一隻，以前咧頭家案咧，等於如果講兩片還是兩片有隻啊，但是其實就我想到講做教學一件事情，因為佢貼喺度講，即係講你按有經驗嘅人唔會接嗰度。冇咁樣嘅頭價，冇咁樣嘅點價嘅一啲案例啊，我幾時我想到講，開一啲教學一啲特別。因為我係想去出去路邊接一些案子哈，而我個多年天數啊，我冇按到學生嘅，接下來就想到我係開店開補習班，我又可以將我嘅技術教別人，我又可以訓練一條學生嘅，講我去接嗰條秀場啦、劇場啦，人哋後台嘅化妝嘅。我就嗰度人手可以天數，我就去因為安尼可以教學，咁我就帶嗰度學生誒，百貨公司啦，也係那有乜嘅活動，我攏會帶學生去個練習，也可以實習啦，我又可以有人甲我天數。冇錯，因為教學嘅過程地方，其實你哋講嘅立論其實聲音嘅控制。冇得談唔實，真係有一啲實際嘅工作嘅機會對人嚟講啊，一下都提講線上講嘅某個東西，人哋其他畫出來亂嘅。但是我想問講，因為其實呢個後來已經脫離我哋講美容美髮嘅範圍，已經係變得整體造型。嗰種呢個可以內容嘛，係我哋講整體造型嘅一啲內容。我哋可以，我哋補習班他不攏可以哈，攏同整體造型有關係。啱講咯，我哋冇衫褲，冇去做衫褲，加上我哋冇做到衫褲一開，像講化妝師頭做配飾，一定要做。啱講我哋服務嘅人，像模特啦，亦都愛搭配衫褲，我哋都可以天數，係，也得我哋全部攏有嚟做，我哋工作項目地部攏有啊。
可是如學嘅提拔係嘅，但是實習嘅時間冇你講真正外面工作嘅時間，如果變成一個整體嘅一種造型嘅一種方法，佢其實睇我哋算是睇南部屏東嗰邊，嚇屏東高雄，嘛算是一個幾先進嘅一個我哋講補習學教嘅內容。係，因為我哋喺台北，也喺啲其他地方時常都會看到有一種嘅模式啊，所以我就想講嚟帶動，所以我哋嘅係時常攏做高雄一個度，嗰度活動我哋高雄斯卡度啊，因為我哋學生攏南部人，係嘅同時啦。係，因為就像你即係講嘛，即係看幾時節，你學習嗰度新嘅知識，學習新嘅書法嘅時節，如果發展喺台北。其實因為即係南部冇安尼一個水準高嘅一個補習班可以去教我哋當地嘅生意嚟，但是後來有10公年嘅經驗，然後可以也補習班。我相信對呢個先生嚟講，對呢個生意嚟講嘅話，應該聽數幾多，而且嘛省係幾多錢。其實我拄好有一個模特經紀公司嘅好朋友啦，所以我哋長期配合吧，我哋有乜嘅活動，都有機會就我哋合作，所以我哋攏向下創造我哋呢專業人才嘅訓練。其實是你像喺南部嘅地方嘅話，你去創業嘅業，好所謂嘅美容嘅補習班，有多困難冇？一早成會方便冇？其實我一開始冇想過我做嗰度學生嘅，因為我大部分時間攏喺婚紗髮型用。咁講我最幸運就係有嗰度人，因為有自己有知名度嘅，而嗰時候介紹來請我啊，所以我喺去一絲絲嘅學生，慢慢累積一路引導學生嘅，所以我感覺最幸運有受到大家的喜愛。就是睇緊人路喺聽眾嘅名聲過來親先生嘅啦嗬。嗰陣我哋鄭先生依然還是時就對我哋嘅婚紗也係個有興趣，但是慢慢地，亦發現到講，其實可以伴幾多年去學習而家技術，嗰時可以嘅補習班。休息下喎，對下我哋鄭先生，我同佢講，以後來讓去我哋嘅梁洞科技大學嘅，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鄭怡婷鄭教授同我哋講，佢當初係用行到婚紗入去行業嘅。我想請問一下教授，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其實後來唔願意去教本我哋南部嘅人即係為啲技術嘛，嗰時可以啲補習班。但係我記得幾時前嘛，係差唔多係中國開始北方來嘅時節，幾時要過到台灣嘅嗰種工廠啦、廠商啦，尤其係婚紗業。因為嗰度其實當初算台灣行喺個前面，嗰時因為嗰中國態度其實算是一個往前發展嘅地方，嗰時嗰度嘅婚紗業啦，全部就去中國去。其實先生有聽到有個浪潮喎。有，我一開始我做補習班嘅下，我就時常不定期過去差唔多半年、1年，短期嘅個人訓練啊。後來呢，我其實喺嗰度學校攏有兼課嘅，時間擺得較慢。過多有啲機會，然後我過去做管理、做創意，教研嘅技術，個做一些研嘅 sample。後來我就想講，有冇一啲機會，後來我就先暫時告別台灣，就過去一去就去3年，係。當然去嘅嗰度經驗啦，因為3年全部攏啲嘅，我哋3年攏過了100。那我哋啲嘅，我哋去馬尾一省，我哋去上海、珠海、香港、澳門。那我哋時常去採購，衫褲嘅採購、禮服採購，然後就佢喺不同嘅省份配飾採購。第二個，好啲我哋婚紗有做樣嘅整體造型，所以你看我從禮服採購、飾品採購，各位呢化妝品。各位樣教嘢，樣化妝，樣搭配，各位樣銷售，一條全部嘅技術，我全部，加上我自己喺學校有做過線上，所以我有曉得用管理的模式去代言啊，所以我感覺也個對我頭先嘅經驗來講，佢實用。
因为吼，安尼讲好了，真正我发现到讲，无唔错，一开始的时候，贵上听下的南浦或者是这地方，只家因为兴趣行路分散呀，然后自家发现伊学习，然后最尾行的10多年，然后最个开的补习班，但是也要过上后来全部喺中国变成一个国泰的一个事业吼。我真正有想问一下，你其实一开始去中国的时间，係喺學校教書，還是喺一般的嗰種業渣地步去教業渣？其實我嗰3年攏伫婚紗集團，我冇伫學校吼，攏從台灣的台灣，不過地步攏有一些台灣人的合股，嗰個帶我哋過去嘅喏，我哋總經理、我哋 CEO 台灣人，嗰我哋攝影師一條團隊全部攏台灣人。第二個我哋台灣人要打造一個，第二個我哋簽，比如講我哋簽一個公司1年。我哋要把人的業績衝上去，我要把人的商品做一個特別。我每一年咯，我辦婚紗秀，我翕的樣本，好個精彩個。第二個我哋每一個無限，啱個個刺激啊！第二個我哋嗰度創新創意的東西可以做。係因為中國的市場同台灣的市場比方了真的太過多哈，而且每一個省其實有好多東西好的東西有冇到共用。好，嗰時從頭到現場都講到講，其實喺呢度我哋咧婚紗集團，而且個算是一個內部嘅一個教學，好，同時嘛要把所有嘅嗰種婚紗去翕相嗰度。但是現場很不同我哋觀眾朋友分享一下講，譬如講嗰時陣喺中國嘅時候有印象講，譬如講哪一省有乜個特別愛用嘅色啦，冇都講哪一省有幾好賣嘅東西，嗰種幾特別嘅案例冇？有，像我其實區塊個台哈，就係上海北方嘛哈。也文化冇相同，所以人較一種較流行時尚的東西啊，人的腳步嘛較急，消費嘛較高啊。後來我哋去珠海、珠港澳，所以廣東語，就像我哋行天咗廣東語，人的文化又冇相同，人披上褲哈較保守，人愛嗰種嘅風格，我哋愛改變嗰種嘅風格哈，花嗰多時間。嘛18個月有一些的 argue 啊，所以我哋比如講我哋溝通，要出去老闆翕相，人際關係一定要時裝，全部要做一個整齊翕相。講我哋喺台灣咯，要翕老闆，攏做一個隨性，係講我哋要甲人嘅眼光吼，彎過來，花嗰多時間。咁講慢慢嚟也嘛可以慢慢嚟接受，我哋甲人嘅配飾啦，甲人嘅衫褲啦，全部規模相同嘅嘢。阿爺慢慢的嘛可以接受。譬如講睇一啲目前嘅應該說目前開發的一個地方哈，慢慢的去把一個人類一種我哋講審美的一個角度哈，也改變成個符合更加現代流行嘅部分。從頭到現場講嘅冇唔錯，因為像上海嘅部分本來都我哋一直以來都接觸外國的嗰種自信啊、最極嘛係最多嘅地方。嗰時人對西洋嘅婚紗來講嘅話，人可能真正都可以接觸講拍攝啦。無論咪嗰種出去嘅時候做馬事，但是對於南部，住南部嘛哈，然後我冇都講能中國個內地嘅地方，伊哋可能都還是想法講結婚都講嗰種太風式啦、傳統嘅式啦吼，能從結婚，佢從一部分嘅話，等用嘅方法去提升。樣個去溝通嘛吼，冇都講去嚟說明講，其實樣嘅改變嘛可以去繼續，從而人哋有嗰種搞唔同嘅人。應該講，人嘅觀念已經差唔多安尼。我哋用句無法度完全句，我哋請可以嘅翕嘅 sample 嘅下吼，翕無相同嘅，然後去看咧，伊就會講我愛安尼，人就唔會再翕嗰種傳統嘅東西。嘛唔是，嘛咩講人個傳統啦，應該講人與人關係嗰種嘅模式啊，我哋用去帶就去翕相，我哋做秀也好，我哋翕嘅 sample，人看久也好。然後就會只聽講我要翕安尼，係慢慢的就可以改。衫褲嘅顏色啊、款式啊，人就因為看到相片。有可能後擺啲香港吼嘛會翕嘅明星，好明星係翕外景海邊，人做嘅衫褲短嘅，慢慢的然下後生人都可以接受。以前冇法度，以前愛着長嘅，要着西裝，慢慢的改人改。幾下年頭19年前嘅。嗰時其實嘛喺我哋中國伊啲開始喺北方來嘅時候，開始嚟接觸到外國冇得個其他地方嘅一啲想法，開始進入我哋呢中國嘅市場。咁後來即個3年以後都歸來台灣。
咁你马上都变成俺哋呢梁栋科技大學嘅教授哈。唔係，我家下有考慮愛過來，也係唔會過來。其實啲嘅收入唔會差，發展嘛唔會差。不過最麻煩就係我哋一年簽約100，我哋可能是從我本人要求嘅業績愛個，我哋呢是就改去另外一個身份。我安尼跳來跳去，我感覺，每年我嘅事業冇相同嘅呀。有想講自家年紀又唔會細哦，有到好我頭擺有兼課學校啊，嚇，啲雲林嘅有學校有簽啊，冇我講啊，想愛過來冇，嘅我要考慮一下，喺度係想，唔怕人看緣分啊，而係要愛聘請我就過來，嚇，喺度係要過來嘅人面談啊，喺度係要決定講好啦，而係要錄取我就過來，其實有時把嘅賭我自己的命運啊，你想講。我一段時間，多年來，我讀到嗰度幾年，唔過我做婚紗啦、開店啦，到學校攏有幾人跟我看過去，後來就想講，以後要錄取，我就呢來學校行，我就因為安尼，佢順利我嘛呢來學校行誒，所以我感覺我自家人生吼，上幾辛苦冇唔錯啦，我幾認真啦，後來呢就係我嘛讀到嗰度幾年，跟我一路安尼看。我就安尼個天涯離開大陸，啊過來台灣，過來台灣過一個教學生活較安定，我就因為安尼嚟學校。但是因為你等於講，你對伊個個競爭，好嘛？推嘛喺個可能講速度過急，對伊個工作環境地位，馬上過來變成伊個教育環境，吼，唔單止其實。也要速度可能過慢，哈，但是也做內容，伊完全冇同樣。從家安尼，要做心理嘅調試嘛。我做過太調試，因為哈，我哋啲業界，我哋可能要做嘅東西，佢夾、佢競爭、佢創意啊，也可以是說天馬行空，我哋可以發揮。啊，唔過去到學校完全冇相同，嗰度安尼規定嗰度自私嘅東西。其實我去到學校第一年。我就唔想做誒，我就想要過來婚紗誒。後來我哋學生應該講，老師等我哋畢業吧，佢係能語言成咯嘢啦。講老師等我哋畢業啦，我哋畢業並唔能來做啦。我就因為我哋等人，所以我就一等我就做到10多年來。因為我哋講梁棟科技大學係我哋全台灣唯一有一個時尚學院，吼。因為時尚業嘅事情一堂都講，係咧講佢有創意，嚇佢有創意，流行速度過急，吼。啊，同時伊愛停頓潮流嘅一個算是一個行業。咁安樣伊把一個按流行嘅東西，同一個按傳統嘅東西，迄個合放來變成一個我哋呢我哋講流行嘅一個行業嘅嗰種學院咯。其實我哋屬於專技老師，就係技術欣賞。技術欣賞我哋嗰冇按多時間投入啲嘅寫東西，啊唔過嘛要寫計劃案。大部分時間我哋攏做教材。像我哋因為疫情嘅關係，所以我哋時常攏翕教材。第一個我嘛對鏡頭，示範化妝啦、石頭啦，啊我就即對鏡頭講法啦。我們大部分的時間攏面對學生安尼教課互動啊，唔關係面對機器電腦吼安尼講法，我哋是從馬上遠距教學啦，就係跟個環境冇相同嘅，所以我哋慢慢嚟會變用冇相同嘅方式嚟教啊。現場以前搞過補習班嘛，吼，啊補習班發現即刻花錢去上課嘅，嗰想見解我哋學生有啲位吼，喺唔定用嘅條嘢條嘢咪學教嘅，一兩個時間咧，學生咧即刻感覺到有差別，差幾多？自家來學嘅吼，尤其有一些年紀嘅，人攏大部分攏過認真，因為吼，認分要認真啊，唔係。示範嘛個別看吼，看唔打敗哦，喊老師過來，個教，我哋學生係未哦，即係介都嗌叫喲。啊，嗱愛學嘅人就認真吼，唔係學攏冇買去堂課啊，係，伊就有打分數嘅人愛做，冇打分數嘅都唔會插呀。今日學生嘅啦吼，人嘅方式啦，人嘅觀念已經冇相同嘅，尤其學生嘅，但我哋觀念要想講，有愛學嘅學生嘅，其實一個。我哋慢慢認真計教，我哋講，伊個本來一個社會做安尼啊，冇可能全部人學，也個就全部人攏做大師嘛，冇可能每個人攏做造型師，一定會淘汰。
好，所以認真的人就會認真。咁幾時前即個冇想過講，哎，當然即個唔認真談，係實體中國實體，是發幾個人要發到錢嚟談嘅講法，而家唔是發到錢，你話唔談嘅講法當然，唔即個冇感覺到佢欠下。有，不過慢慢的做時常做久的吼，脾氣變得較好誒，各位呢，江湖走久也越來越膽小，因為喺學校嘅模式冇相同啦，因為喺學校嘅過程嘛，你跌跌撞撞啦，嘛要適應也釋懷啦。嗰時我幾多個人學校教書嘅鄭怡婷鄭教授，伊同人講發現咧講，其實許多無教養嘅地方，心態係無教養。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講精彩故事。翻返過來，福起來嘅。上個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鄭怡婷鄭教授同人講，當初係用對業界行動我哋嚟教學界。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而家睇我哋兩棟科技睇，好嘛教過幾久嘛，嗬。所以部分嘅話，有這個有印象幾深嘅啲學生嘛？其實我喺聯東差唔多能1年多還蠻2年，我頭先去其他學校，所以我一路行來嗰度冇相同嘅方式加經驗嘛。咁教出來嘅學生咧，而即間係咪我哋講領受嘅程度係咪冇唔同樣？也每個學校嗬也係方式冇相同，嗰個嘢咧學校課程冇相同，所以學校都冇相同，學生嘅教都冇相同。我印象過程咧就係、頭擺我第1年到學校嘅係，我讀到一班馬來西亞學生嘅，跟住我都頭擺我都海青班，嚇馬來西亞。第2擺人應該係來一個少，能來冇一叫，所以佢係學生係來改認真，這是從補習班嚟個，因為人攏業界學生嘅來啊，唔係應屆畢業生，所以嘅心態冇相同。我來嘅係學校嘛，有剛才講嘅計劃，講一定可能係做美容美髮業界人來。嗰塊教喎，好一般咧先生可能嗰塊教人咯，因為人嗬，我嗰度要求，講我心裡咧想講，我哋也做研究，我要講要求，我就講我要求唔識得做，係想我講我哋做人講怕，嘅我嚟教，我嚟帶人，喺度一般都畢業，我訓練嗰度選手，嗰度幾好嘅、幾厲害嘅學生啊，見到啲業界，所以我對人嘅印象幾深嘛。嗰時一條學生嘅我講以前都海青班，然後你等於係以前當初喺馬來西亞都係業界嘅人，嗰時特別到台灣來學，嗰時一等於當係同我哋一般嘅學生嘅冇共樣，因為即刻本身係攞嚟學技術咧，嚇我哋都講個清楚，伊就本來專長來係專門嚟學技術咧。嗰時伊哋應該話問嗰度問題，無論講都相同同人講，像以前開補習班一樣嘅，教100教我係唔做200、300吧。喂。更認真，我因為訓練人有讓我咁樣教，就因為人全部時間都喺學校，所以人除了平常上課更認真，我喺一班活動也係一股嚟面容了，全部都佢會聽，所以我帶幾多安尼學生嘅啊。咁啊，故意面容了又喺埋嚟聽咯。因為人有卡莫迪啊，所以個人個節。全部都聽得，聽得古來我有卡了，我每禮拜古來嘛，古來我媽媽攏講，學生都冇來，所以人個人都冇來我哋一聊，所以我有種我係生意嚟用嘅啊，所以我個學員個對人個印象個深。嗰時像人就講嘅話，即係我感覺到講，其實對學習一件事情。有心無心其實差幾多啦，哈！你像真的是有心來學，哈，當無心來學嘅話，其實差幾多。但是有一點我哋講美學也部分，係咪嘛幾塊學啊？美學其實有一般天生的，大部分都可以靠自己看美相關的東西，比如講我欣賞一盆花，一盆花顏色一樣皮，形狀一樣搭配。可能上課要做，一到資料嗬，有興趣人自己會去尋，會去看。講明日的環境攏接觸安尼，過講
更有美学的那种环境，你叫的哈，你就会慢慢会不自觉又感觉，唔似佢观念，唔似佢眼光冇嘛相同嘅，迄間病啊，佢上下也係佢文化較大叫的，同一個市場美學接觸的人，兩個比起來哈，伊做出來的東西差幾多哦。安尼好生嘅就安尼，伊平常嘅做衫褲，甲伊做衫褲個風格差幾多，而且佢做出來的東西就真正差幾多，佢就也觀念無法度去改嘅，所以安尼我鼓勵學生一定要改，一定要可以接受，看到新嘅東西可以接受，冇因此個。因為一定要安尼，我做無法度去接受物嘅，唔係做一個產業，一定要攏去接受啊。咁難用一關，譬如講米等人一開始來嘅時候，米等人原生家庭，有時真係冇傾向，有啲可能係做工人嘅家庭啊，有啲可能係鋼鐵人嘅家庭，米等人可能出生嘅地方冇傾向。咁許多伊哋向伊哋學校，先生安樣去開始去培養伊哋對講嘅一種認識。一個課就像安尼咧創意概論、美學概論哈。我哋大部分呢，我先邊看嗰度秀場、嗰度髮型、嗰度資料，國外的所有的資料。本學生嘅地講，啲舞台上，其他啲舞台上啊，按花樣嘅化妝呈現出嗰種，像係翕現場嘅，按樣嘅花，睇冇按樣嘅做，啊俾人看到真實嘅東西啊。嗰人實際上你喺學校教室練習嘅係，人做好嘅冇請人嚟看，啊個人翕相。安尼我下面一攝影棚翕相，翕好咧，安尼推天腦地位看，比看那奈冇相同。伊慢慢的吼，伊個美感就慢慢的改。哦，原來我愛安尼，原來我一批安尼攝，一個效果較好，然就慢慢的接受。啊，無伊迄平常伊攏愛做安尼，佢大攝，佢有嘅攝，根本唔適合伊個皮膚。啊，毋過伊從以前就安尼啊，嗰個有改，所以下面改其他顏色啊，伊來做看啊。如果感覺冇相同，係慢慢的其實都可以接受。或者對我哋日常生活的一種改變開始，只要對這個改變開始，慢慢的讓我哋講，哦，原來乜嘢都講，好，乜嘢都唔講，因為有時陣我哋看到譬如講秀場來講哈，譬如講走秀，有時陣我哋感覺到，香港人的審美觀有問題，還是講伊哋行喺貼前面，你咪看到講，而家人畫妝攞 anti-panel， 也係應該講，伊係畫一種概念啦，講開始畫好多概念啦，冇做嗰種衫褲，我感覺講，佢真係做個出現啊！佢像我平常我哋講嘅秀場啊，然後看到畫個春秋秋冬裝春夏裝啦，好冇秋冬裝，有啲衫褲我講也係經驗會上下，還是講真實係會上下，因為行出去如果網絡冇得講好，如果衝動人，佢像樣嘅東西都在秀場以呈現出來的東西，意思係嘛？所以迄設計師迄設計東西哦，伊無伊個過明確定論啊，伊大部分都會差不多有廿多年，可能有世界上有乜個概念，有乜個多司機也會來，比如說。環保，比如說什麼空污，因為佢的元素不用喺也設計底部。佢而家有設計呢，因為以前的設計師，所以伊會想要創意來帶動流行，所以伊做出來的東西可能會影響一些設計概念。啊，不過一般人冇一定會做啦。秀場的東西同我哋一般的東西是冇相同的。嗰時我都發現到講，咁你看嘅秀場嘅東西，等於講，因為我看出講，譬如講經驗嘅流行網嘅東西，係其實係兩回事嘅東西係咪？係兩回事，我可能也主軸不用一段難，像我哋畢業展覽，我哋學生可能有一項嘅設定嘅主題，伊就朝一個主題去設計，就像設計師用嘅呀。我有設定一個主題，係咧我經驗而流行嘅，伊就會設計一個東西。所以一般來講，人設計師會某一段時間後，伊會想要變一啲冇相同嘅來帶動流行。咁你即個從唔單止以前喺我哋業界嘅欣賞嘛，嗬，按即個今日變成一啲我哋教育界嘅欣賞。我想我常問人講，佢中國更加我哋講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有些人咧又想愛行我哋咧流行設計啦、網絡風時尚設計嘅部分嘅話，即個有乜嘅建議講？譬如講，新人有乜嘅準備冇得講，而即個一條路係因為行一條路，我有乜嘅心理嘅準備，冇得技術上面嘅準備。其實我哋時常去高中啊，一邊有學生嘅進班宣導。其實我每場演講我哋靈動以後，大部分我嘅人講嘅業界經驗，過來就係我先有心理安排講，我做哪行，
我做美容其实美容、美发、美学佫多啊。好嘅安多东西，我先设定讲，我要做美容、美发、美甲、美睫那一条路，还能主要要存钱的东西。唔係講我做歡喜嘅，你做歡喜除非你唔會欠錢，你係要存錢，你一定會想講那一條路慳一百本係要存得到錢。所以我咧分享我自家頭擺做婚紗，我定係做婚紗係會存錢，因為我興趣啊，所以喺興趣當中，我會想講我要存錢，我要有固定嘅薪水嘅。好，我愛做興趣嘅，所以我先設定好，我用行，我設定好一個目標嘅係，我學嘅係啊，我就要針對一項來加強訓練個練習吧。安尼，好變一好也係講，圖書嘅係可以半工半讀，可以尋個相關嘅產業來實習。安尼我學個嘅，我攞個學生嘅鼓勵，我時常告訴攏個人講，你一定要先想好一個方向。我個擔心嘅學生就係時常攏講，我唔對哦。安尼，下一擺佢講講出來吼，hand掉做乜嘅，就相同又落後邊做嘅啊，所以我哋時常上課啦，教乜我哋會應鼓勵，我哋出個行過一條路嘅人，我哋要做爸爸媽媽嘅人，所以我哋會希望我哋學生嘅下一擺出來，又有前傳，又做一條路，啊又有興趣，安尼個歡喜。嗰種其實你像聽外國，伊去中國，無論去外邊教書教研究嘅，但是對美容一塊土地還是歸還嚴嘅吼。係，我有想講，因為像我未擺過來吼，我會因來去腳踏茶去講啊，去聊，係有印象，因為一個土地吼，還是有那種感情，所以你就會佢欣賞今日呢。當然唔係喺長期底下，係可能等退休啦，見後過來聊啊，你就感覺啊，佢懷念啊，種個感覺。頭先我哋在議題先生有講到一句話講，一路行有幾多貴人，看伊萬世時就因為對婚紗佢有興趣嗰時，一路行即係學習行業也係婚紗嘅係行業，但是上頭都會講，有幾多貴人其實一個貴人係因為伊嘛幾努力喺也係專業上面去做研究，去做無窮樣嘅學習，嗰時一個貴人我聽數。今日我感謝我哋議題先生到現場同分享安東亞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拜拜。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體育先生來圓通圓通哦。我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